市場咧響呢個幾兩個月咧，當然啦非常之動盪啦。咁有好多嘅客人咧，成日都會問啦，究竟我而家應該做啲乜嘢好咧？啲錢入咗市應該點樣去處理咧？同埋個心態應該係點咧？今日就會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響而家作為一個 market correction 嘅階段嘅時候啊，作為投資者嘅你或者準備投資嘅朋友啊，應該要去有啲咩心態，或者有啲乜嘢係去做咧？今日同大家講下。Hello， 大家好，我係希文溫哥華嘅理財顧問。嗱，咁啦，響2025年咧頭嗰個零月啦，個市場咧係表現得幾唔錯啦。咁但係當特朗普上任之後啦，由1月底，由佢簽好多唔同嘅行政命令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出台，跟住又跳出跳入。尤其是呢排好多人都知道啦，個關稅嘅情況下咧，咁好多咧呢啲咁嘅問題啊、新聞啊、消息咧。除咗影響咗個市場之外，另外咧就係影響到好多唔同嘅投資者嘅心態啦，或者其實如果個投資組合入邊，有啲係可能準備入市，有啲可能係入咗市，亦都係有啲可能係觀望緊嘅朋友，咁都諗緊其實而家呢個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咧？應該用咩嘅心態咧？同埋如果真係入咗市嘅朋友，應該係用一個乜嘢嘅心態去應對而家呢段時候呢？咁今日拍一條片啦，同大家去講解一下啦，一啲咩嘅心態啦，或者一啲嘅策略咧，係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嘅。咁好啦，咁其實有幾個點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咁第一，嚴格嚟講咧，而家係一個 market correction 啦，亦都係做緊個調整嘅一個階段啦。咁好多人都話啦，死啦，有個市場嘅調整啊，究竟會跌幾多咧？跌幾耐咧？究竟我應該去做啲乜嘢好咧？唔講其他嘢之前，首先講下 market correction 先。真正嘅投資者，如果話有經驗嘅投資者，其實應該都知道 market correction 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坦白講，一個市場無論係你去北美又好，你去歐洲、亞太邊個地區都好啦，其實係好難喺短時間入邊咧係唔會有調整嘅喎。咁當然上上落落就一定有啦，有買一定有賣啦。或者好似而家咁樣有呢啲市場嘅唔同類型嘅消息啊，或者新任嘅總統啊，就算加拿大都我哋換咗個新嘅總理，其實咧呢啲唔同種類型嘅政治上面嘅因素啦。經濟上面嘅因素啦，就算好簡單戰亂啊，都會影響到個市場上上落落。咁所以話咧 ，market correction 其實大家要知道係一件好正常嘅事，亦都唔需要話講到話好擔心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有時如果真係去投資，無論係自己投資啊，揾人去投資嘅話咧，都要去 understand 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一個嘅 market correction 咧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喎。另外一樣嘢就點樣去同大家講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market correction 中，喺一個調整中嘅一個市場入邊，你應該點做咧？冇得意啦，市場跌喎，咁可能跌咗有啲嘅股票啊、啲基金啊，或者你買唔同類型嘅，譬如 ETF 咁講啦，可能都係跌啦，有啲可能跌3個、5個、7個，有啲可能跌到10% 都可能有嘅喎。嗱，咁問題就係點咧？哇，希文啊，跌咗10%喎，會唔會再跌㗎？應唔應該買啊？或者要 hold 啊，定放咗佢咧？作為專業嘅理財顧問，我話俾你聽，你將呢個調整應該去當成一個快閃嘅大減價。咩嘢意思呢？當然啦，我哋投資唔係講緊3個月、半年、1年咧，其實投資應該永遠都係長線嘅，最起碼3年、5年、7年、10年或者係20年嘅。當你去諗下，如果呢個投資嘅年期其實係起碼有3到5年以上嘅時候，雖然我哋話呢啲係短期嘅投資，但係你可能喺個零2個月入邊有可能5% 或者7% 嘅 discount 嘅時候，係唔係意味住一個幾好嘅時候去再去入呢個市場入邊呢？因為我哋知道啦，加關稅先，咁關稅啦，轉個頭會唔會又話加唔加？暫時係咁咧，咁會唔會長期都係咁樣？好似今日加，聽日唔加，咁樣去製造呢啲咁嘅新聞出嚟咧？個人意見嚟講咧，唔會係 last 好耐嘅。咁所以啦，而家係有呢個波動，有個調整，而家反而係應該咧最佳嘅入場嘅時候嘅。
另外一樣嘢就同大家講下啦，咁之前都有好多唔同嘅片同大家講過啦，就係如果真係有一啲嘅資金嘅時候，頭先講咗啦，而家係應該入市嘅時候喎，咁應該係點咧？除咗話建議你哋入市之外啦，另外一樣嘢就係 DCA 啦 ，Dollar Cost Averaging 平均成本法，因為咧普遍嚟講，如果真係一個專業嘅投資者或者理財顧問，都會係建議去用 DCA 平均成本法。點解咧？好簡單，嗱，1月我當個市場向上啦，你唔同嘅價位有啲咁上，咁但係當2月或者去到3月嘅時候啦，有一個嘅調整嘅時候啦，你係有一啲嘅 discount price 嘅時候，都入咗呢啲嘅 equity， 可以係基金，可以股票喎。咁你拉翻勻嘅平均數嘅時候，其實如果真係好似而家咁樣，係有個少少嘅回落。咁但係咧，俾一個就咁一筆錢入晒去，乜都唔做調整，或者唔係用平均成本法嘅時候，就算而家係 on negative side 係負面數嘅時候，你個 negative number 一定咧係會低過一個完全100% 入咗去市場入邊唔做任何調整嘅投資者嘅。最後一樣嘢就係咩咧？最後一樣嘢就係啦，分散投資。其實咧，做任何嘅投資都係啦。我哋譬如而家今年為例咧，我哋話主要可能係 focus on 北美嘅市場啦。咁當然啦，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譬如話，如果有其他嘅地區，例如係亞太啊或者歐洲可能我個人意見就覺得今年未必係一個好嘅時候。咁但係代唔代表就話我以後都唔掂咧？咁又唔係喎。咁當然啦，隨住市場嘅轉變啊，一啲嘅局勢嘅變動嘅時候，當然啦，可能之後有唔同嘅組合會做啦。咁但係咧，就算淨係今日講北美洲嘅市場嚟講，我都唔會淨係叫人買加拿大或者係淨係買美國，咁亦都可能有一啲譬如係 sector 類型嘅基金啦，唔同種類。所以最緊要係乜嘢？最緊要咧就係分散投資啦。如果唔係嘅話，當然啦，如果去前幾年咁講 AI、IT， 咁你淨係買落去呢啲嘅 sector 嘅基金入邊，咁前嗰1-2年梗係升得好犀利啦。假設好似而家咁樣跌翻落嚟嘅時候，可能傷亡可以好慘重嘅喎。咁所以話咧，賺咧就唔可以賺盡，安全嘅投資咧先係最穩陣。Diversification 咧都係一個大家需要注意嘅嘢嘅。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唔同種類型嘅問題，關於投資啊、理財、稅務、保險上面嘅嘢咧，都可以隨時揾我。我係邊個？我係希文，溫哥華嘅理財顧問。下次見。